乞巧 loadir sondeb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干数个，但俺自己老着黑的眼，头妈的老的公民弄得脑下就这些。下用宾馆，宾馆，人控，人控，标准，标准，菜热，菜热，朋友，朋友，主播，主播。少年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说，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。人们的家给马到巴西家呢，中国话呢，俺去主播样些。人们的家给马到巴西家呢，中国话呢，俺去主播样些。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要学习一首古诗。让我们先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这里俺去年纪集中就行，托马俺去娘的面积撒巴了几大。面积撒巴，乞巧 loadir sondeb， 避销 安hen， 织女他妈，七夕今宵看碧霄，牵牛织女渡河桥。的安hen呀多节，龙村他妈这位上顿长。我给你讲唐代诗人林杰的古诗，叫《乞巧》，就是牛郎和织女的故事。你看，通家的感觉年我看，林杰一上边，喇叭队为双点一般的出镜。年轻的里，笼子当他妈人把这这顿沙漠段远，人比起的安稳压到近，笼子他妈这位上顿长。感觉老爸的小短大去，老辈在你大个吃串剧，很美的诗。期间的年梦多啊，一年一度的七夕到了，家家户户的人们都会情不自禁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，因为人们总会被牛郎和织女的美丽传说而牵动。女人个大娃等彼此的年纪那么了。笼子当他妈人，这晚上没天上地感应，当真的感觉有无处的，从没周啊前边看一遍安稳一了双点写吧的。牛郎和织女为追求幸福的感人故事我也听说过，所以人们总是用七夕今宵看碧霄，牵牛织女渡河桥来纪念牛郎和织女的爱情，表达自己的美好心愿。这样，笼子当他妈年纪内心错位的当局的研究过牛，总面人比切的安hen呀多节。笼子他妈这位上顿长些前几些年，笼子当他妈年纪这个来真数许多，让人家没能总不用等把人。好啦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我认得了的词语就是大伢子。这里个名字三篇个搞定了几大，他念这些。乞巧，乞巧是古代节日，在农历7月初7这天，又名叫七夕。loadir sondeb呢，
加以所知的纳入着的确是验的，如你个大瓦等比才等面着那么那些。碧霄，碧霄有两种解释，这儿指浩瀚无际的青天。阿月呢，他也别那么看那些。织女，织女有两种解释，这儿指织女星，古时候指织布、织绸的女子。他们呢，团结不美那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二个名字沙巴的呢，老中写杂记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雨，乞巧，乞巧。拉点松的，拉点松的。碧霄，碧霄。阿汉，阿汉。织女，织女。他妈，他妈。七夕今宵看碧霄，牵牛织女渡河桥。等比才等阿眼也多见，龙城他妈这位上顿长。骗子这么这话。老主错，第二个名词沙巴那些选，大概就话你注意。切错了具体连接，我个他年道理，老的兄弟是把的公演错句，切去上路什么都你连着。呀，老主错，切去内容大把的公的。A， 老的兄弟，表兄，连着上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就第二路边他年沙巴的到下中这些。乞巧，老的兄弟。乞巧，拉点松的。碧霄，阿汉，碧霄，阿汉。织女，他妈，织女，他妈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二，我是他年沙巴个中业的，大家今年的见证一下啊。拉点松的。乞巧，阿汉。碧霄，他妈。织女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路径的连唱下来，打点目记。